美国总统日前签署2022年国防授权法案。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谭克飞周四对此回应称，该法案严重干涉中国内政，严重毒化中美两国两军关系。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。美国总统拜登周一签署了7700亿美元国防授权法案，该法案包括为太平洋威慑倡议提供71亿美元，发表国会支持台湾防务的声明，以及禁止国防部采购由东突厥散地区的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。据报道，中国继续减税降费，宏观税负预计降至15.2%左右。30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税务工作会议公布了上述数据。会议介绍，2022年中国各级税务机关将高效落实减税降费政策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。据美国媒体报道，在学生们即将结束寒假返校之际，美国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再次激增，数十所美国大学决定将至少在开学的第1周再次回归线上授课。哈佛大学将在新年的前3周将课程转至网上，疫情好转的情况下，学生将于1月底重返校园。法国于1月1日起正式接任欧盟轮流主席国，为期半年。法国总统马克龙指出，2022年一定将成为欧洲的转折之年。马克龙阐述法国担任欧盟轮流主席国的工作计划。他表示，以新的欧洲发展模式将努力鼓励创新和就业，确保竞争力，走符合气候保护目标的道路。中国国家航天局在1月1日发布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天文1号探测器从火星传回的最新图像。综合中国国家航天局在中新社报道，探测器传回的最新图像包含环绕器和火星合影、环绕器局部特写、火星北极冰盖、祝融号火星车拍摄火星地面貌等内容。中国人脸识别技术企业商汤科技12月30日在香港正式挂牌上市，第一天收盘时涨幅超过7%。该公司不久前刚刚被美国列入限制投资材质名单。华盛顿指责商汤科技开发的人脸识别技术有针对性地识别维吾尔人，构成了侵犯人权。原定12月17日在港上市的商汤科技，在经历了几个星期的波折后，终于在12月30日成功挂牌交易。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政府通报，该市鞍山路104号新城型市场地下2层在2021年12月31日发生火警，火势2个小时后被扑灭。火警造成9人死亡，其中包括1名消防员，5人轻伤，其中1人已出院。